尤其是辨认结节跟辨认卵粒是非常困难的。我们通常卫生局的人员用我们的肉眼去判断，一天还当看40张的最厉害啊！而且常常会把灰尘当作卵粒。所有的辨认都是用手机，决卵或者是蚊子的时候就有定位的系统。那有定位系统，那变成如果我们把这个推动到赤道国家，不仅是台湾，还有东南亚，还有中南美，甚至非洲，不仅是登革热，可能有疟疾啊、脑膜炎，所以台南会变成一个全球的大数据 AI 的数据中心。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以东南亚这个北回归线的这个纬度容易发生登革热疫情的国家，我们就可以有一个蚊子全球性的一个图资库。所以将来我们有可能是国外需要来借我们的图资去做其他的辨识或者其他应用的功能，我们还可以因为这样子建立台湾特别的一个地位，就在智慧科技上面，尤其是防疫工作上面很特殊的地位。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李怡婷。夏季是登革热的高发期，每年到了这个季节，除了民众日常的巡倒、清刷、杜绝绝绝外，公部门对于病媒蚊的监测工作也相当重要。台南市政府为更精确、有效率的监测病媒蚊，领先全国，透过 AI 人工智慧系统将监测工作自动化，在登革热防治工作上是一大助力。不过，用 AI 怎么监测病媒蚊呢？现在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在我们5年多以前，台南市经历了非常惨痛的经验，我们是痛定思痛，所以说我们下定决心要把这个登革热的防治做好。有 Linker 的 AI 的技术，还有伟创的平台，还有这个微软的云端，联合起，能够把登革热防治在第一阶段的防范侦测的阶段就能做好。如果这个 AI 的判读能够帮助防疫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它是即将爆发高度感染的区域的时候，它的防疫工作就有非常这个有效的投入。因为我资源是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天女散花式的骗撒，我们这样子也不够科学，也不够卫生，也不够安全。我们只能够重点式的抓住哪些是重点，防治的重点就是 AI。从5年前的27000个本土案例，这一路走过来，其实大家都非常辛苦。我希望说，透过科技，我们做得更好。感谢各位。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的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南科园区因为台积电的3奈米甲5奈米将要进驻，将对因的用水问题特别受关心。对此，台南市政府在中央的支持之下，将要在安平建设全新的再生水工厂，提供台积电来使用。未来完工后，将会提供每一工37500公吨的水量，标准将会比自来水更加严格。18号举办动土典礼，行政院议长苏贞昌也亲自出席主持。议长也强调水资源的重要，除了珍惜，也要充分来运用。我们知道水是重要的物质，人可以3天不吃饭，不能3天不喝水。而水有各种用途，饮用水、农业灌溉水、工业用水，水天上四下，但我们怎么样有效运用就非常重要。我们非常期待这一个工程能够顺利。这个工程顺利后，能够把污水再生成有用的水，而且这个水还是要先进科技、最高标准的使用。那这个就我们很对得起老天爷，也可以看出台南市的水准，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对于水的应用也是滴滴都珍贵。这个工程将分做2期，第一期预计伫111年的10月份来完工，到时阵将会使提供每一工1万吨的水量。全部的工程也将伫民国113年11月份来完工。再生水也是，我们刚刚提到了
提供除了每天如果完工之后111年、112年陆续完工之后，每天可以提供5.5万吨这个超高品质的再生水给这个南科园区使用之外，我们还会再努力来做一些节能，还有这个循环经济的部分。那同时特别值得跟院长报告的，这个因为工程的经费很大总共达到102亿，其中建设的经费有36亿，它营运的经费有55亿，那这个是相当高的金额。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招标的时候，特别会同了廉政署跟这个地检署，还有这个水利署，我们建置了廉政平台，所有工程的委员、评审委员的这个产生都由这个政风处还有廉政署他们去抽签，然后整个的招标过程事实上也都是完全公开透明。那真的谢谢，希望说工程都能够顺利。苏院长的个性一定是要这个冲，所以说我们希望工程能够如期如质的完工之外，能够希望提前能够早日上线，那这样子一定能够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让我们的厂商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获得最优质的这个工业制成的水的供应。水局表示，安平再生水场是全台6个再生水示范计划之一。除了所需要的相关设施，也将会规划环境教育中心。这个计划将会投入102亿的预算，期待透过这个计划，成为一个能源再利用的指标，带动市府甲民间投入相关产业的发展。台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议会国民党议员王家珍甲李中琴，因为伫个7月下旬幕僚假的3月关议题，结果被地检署甲南部打击犯罪中心的调查，议员批评是中央的绿色恐怖。不过，行政院长苏贞昌伫个上午出席安平再生水厂的开工典礼时，嘛回应一切依法办理。我们战备舰发行的时机、对领的时期都有明文规定，竟然有民意代表他在都还没有开始对领，就已经虚构事实，说有人拿假的3倍券到银行对领被拒绝，还被没收等等，显然当时就释放假讯息，这是社会最痛恨的事，也是会造成社会不安。所以我要求相关执法单位要严办，这也是要以儆效尤，尤其公众人物更应以此为戒，不能带头作乱。所以移送法办刚好而已。针对行政院长的讲法，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下午嘛表达无言的抗议，由党副秘书长谢龙介强烈表达，这是执政党一党独大，感谢司法。当我们的议员在议会开记者会，摘奸发福、揭发弊案，有人伪造3倍券，你竟然指挥要检调、依法侦办。如果行政权这么样的扩大，第一，我看不起你，就是你当院长，你的女儿拿标案，这不是官商勾结，什么才是官商勾结？那你借着这个议题3倍券来转移焦点，不会影响你官商勾结的事实啊！你恐吓人民不能讲话，这就是真正钳制言论自由。人民没有言论自由，但是民意代表也没有揭弊的自由。你要我们把嘴巴封掉，我们不会怕，因为你真的很大，但我们不能怕。谢龙介强调，伫个苏贞昌上任进前的6档，比以社会法以上的案件才21件。不过，伊上任1档半，竟然就有将近400件比以上，因此批评政府是咧恐吓人民的言论自由。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为了感谢泰嘉开发、北基实业提倡环保概念，
响应市府打造加团智慧城市的政策，关键台南市警察局10台各个路电动警用巡逻机车，15日由市长黄伟哲代表受证，并颁证感谢状，感谢泰嘉开发、北基实业对着环保绿能政策的支持甲奉献。泰嘉开发赞，水利村赞。北基实业、泰嘉建设，他们热心公益，而且具有环境友善的义举，一举捐赠了10部这个警用的电动巡逻车给我们台南市警察局3分局跟4分局。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对环境友善，第二个对治安是一把助力，第三个这个见证了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且事实上对于我们社区的治安工作真的有很大的帮助。我们知道警察巡逻车是重度使用的，每天24小时分3班不同的班他们就要一直要使用巡逻车辆。那所以如果用这个汽油车不是不好但是毕竟第一个耗油，第二个又没有节能，第三个对环境又比较不好。那所以说企业有鉴于此捐赠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电动巡逻车，可以让警察巡逻的时候可以更快捷的、更环保的、更有效率的到达目的地，来维护这个居民的社区的这个治安跟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9份子从化区应该是我从事房地产将近30年以来法规最严谨的一个从化区。这个从化区它有4个从化主轴，一个是低碳，一个是绿能，还有一个是减废，包括生态。那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也借重这个从化区的一个从化主轴，赠送了10部警用的一个 GoGo 那我们希望可以抛砖引玉，大家一起爱地球。黄伟哲表示，电动警用机车不仅会当将治安工作结合智慧行动系统，会当快速有效打击犯罪，嘛当降低废气污染。这次为了泰嘉开发、北基实业关键警察局10台警用电动机车，除了会当提供警察局警用车辆太具换新、维护动能执勤安全以外，嘛会当提升快速机动打击犯罪以及疏缓交通的效能。达到推动加碳城市响应绿能环保、迈向智慧城市的政策目标。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商业保险赞不赞？赞。商益保险经纪人公司以及股东税成国、陈丽美，因为知影南华偏远地区欠缺紧急救护资源，而且该地区的救护车嘛老旧，需要汰换，特别以母亲的名税张玉娇。捐出1台价值300多万的救护车，予台南市消防局，除了会当协助台南提升紧急救护能力，嘛予母亲的大爱精神会当延续落去。这部救护车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最新型的，而且价值含里面的设备价值320万，可以说是非常对我们救护帮工作是一大注意。那尤其我们看到消防局的这些同仁的这个效率。大家是可以有目共睹的。在去年总共救回34位欧卡的这个病患市民，在今年1到7月又救回20多位的这个欧卡的市民。高兴有机会参与这一次救护车的捐赠。今天我代表上亿保金及税成国先生显抗力，参加救护车捐赠的仪式，让我更觉得更倍感光荣。希望透过今天的捐赠仪式，能够抛砖引玉，让更多的社会人士及公司团体更能积极地参与各项公益活动。根据数据统计，自去年开始到今年7月，台南市消防局总共救回44位平息的民众，显示出救护人员努力，嘛展现紧急救护器材的重要。这次了上亿保险公司以及股东的关注，更加强台南市的紧急救护能量。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阅读连结亲子，携手让爱飞翔。欢迎您大手携小手，来场亲子阅读派对。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台南爱读册》节目。
新检大台南乐兰州失智症协会理事长，同时嘛是成大病院失智症中心的主任白明奇教授表示，今年2020失智照护博览会主题是失智照护的文艺复兴。会中将分4大主题，分别是照护的新调、创新实践、找找新大陆、甲一起来疗愈等。会中白明奇教授嘛以国外创新的失智照护模式融入艺术的治疗。既然是失智症，大家还是要知道我们台湾现在的盛行率哦。那么如果是失智症轻度以上的，那么老年人口占了5%，20个里面有1个。那如果是0.5级轻度加上去的话，就是8%，大概是12个里面有1个。到了80几岁的时候，那几乎是1/4的。我们现在年龄已经到了81岁，各位父母再加上配偶的父母，4个里面得到的机会几乎就是100%，所以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一个状况哈。那我们过去对失智症就是这些囤积东西啦，出去会迷路啊，重复买东西，那么有嫉妒妄想，不认识自己，那么从镜子里面就扎下去，还有呢，这个右下角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我们对失智症的印象都是非常负面的，对不对？好，大家都非常负面。好，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其实各位要了解哦，不管对失智还是对老人，现在有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叫做 MATS。好 ，MATS， 什么叫 MATS？ 就是医学 （medicine）、arts 就是艺术、technology 就是这个科技、engineering 是工程，那最后是一个 science。好，这是一个新的观念。你要解决这些问题，你必须要从这5个象面来着手。所以我们里面可以很显然可以看到医学，我们今天是医学院，那里面也有艺术的哈。那艺术我们怎么去解读？这也是我们这次这个博览会里面必须要去这个各位陈述的内容。已经连续举办4档的失智照护博览会，逐档拢有无同的主题，除了得到专业人员的肯定，另外嘛有未少的患者家属热烈的回响。今年失智照护博览会将伫个8月2日举行，欢迎对失智或者是长期照护议题有兴趣的民众，拢会用踊跃报名参加。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华山基金会推动零随服务，除了提倡尊老敬老的观念，更期待会当为当中探索零随长辈生命故事，学习做人处事的道理。因此，华山基金会关庙天西站18日举办千岁团参访三世宫的活动，并由一位100岁零岁郭阿公带领，甲华山的长辈以及志工做伙乐游三世宫文化馆。遮个较早的古庙路啊，遮拢完全拢共款啊，拢共款。你时就来遮拜拜？有啊，我都在地就关庙人啊，遮所以我真了解。我今年100岁，而且讲100岁做就对啦，9年岁的。华山基金会甲你照顾有好无？遮志工拢从对我做照顾遮老人。对着基金会长期照顾社区长辈的付出，在地大庙三世宫嘛表示肯定甲支持。三世宫管理委员会嘛足欢迎咱华山基金会来遮举办，咱会尽力来甲恁斗支持。恁若需要咱三世宫有需要甲恁斗骹手啥物话，恁甲讲，咱的管理委员会会尽量来交华山基金会来照顾遮个关怀遮个老人。我们基金会在去年开始就投入了人瑞服务的这样子一个工作，那是希望说我们在人生过程当中可以这么资深、这么健康的长辈，那带给我们所服务的弱势长辈更多的生命的希望。那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的人瑞其实跟在地的连接是最深的，那所以也希望人瑞阿公呢带着大家一起在我们有在地有300多年历史的山西宫，那一直在地在护佑着大家，所以邀请我们的人瑞阿公带着我们的千岁团一起到山西宫这边来回忆一下他们小时候生活的这个场景。华山基金会关庙天西站在地服务超过12档，提供独居长者年济关怀、陪同就医、物资协助等免费服务。基金会嘛欢迎想要参加志工服务的朋友踊跃参加，做伙关心社区长辈。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
配合七夕情人节，台南市湾里黄金商圈今年将举办2场杯情人节的歌唱比赛。伫个活动宣传记者会中，有第一对报名的情侣现身来演唱，欢迎爱唱歌的情侣或者是翁仔某踊跃报名。跟他笑着变得好丑，像个明星带着泪pom感到温暖。他的 spotlight， 他的美就在我眼中，哎呀，其他人不会懂。湾里商圈，微笑湾里黄金商圈，共同来合作，就是在本月的29号晚上6点到9点，要在我们的湾里举喜堂前面来举办议长杯情侣歌唱大赛、情人歌唱大赛。那这个歌唱大赛呢，有别于以往是这个分个人的比赛，这个有过去的歌唱大赛都是个人的，这个有时候分这个那个年轻组，或者说这个比较长青组。那这一次呢，因应情人节的这个到来，所以我们这一次特别来举办这个情侣或者说夫妻都可以来参加的情人节歌唱大赛。要咱从原理，要建设得较好，要用外地，要来地方安尼来安尼行看看，还有小吃通吃。所以讲今年度，安尼1连4个活动，拢配合着咱议员真用心。拢安尼替阮周总安尼这边有议长杯的情歌比赛，希望大家会当一个过一个无同的趣事，会当来安尼原地记起堂的广场，8月29迄个2020爱你爱你微笑湾里议长杯情人歌唱大赛。议员刘月英表示，当天除了会跟家己的太太上台合唱，另外嘛将提供10份的毛彩品。而湾里黄金商圈嘛将提供创新的七色饼，甲在地小吃。主办单位欢迎民众会用安排昆喜湾的1天，或者是半天的旅游，日时品尝湾里的美食，看海景；暗时到湾里的记喜堂来听歌过七夕。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